也拿德国的总理小组去中国访问的期间，有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进行会谈。习近平是强调，两国在经济这方面的合作是机会，不是风险。那小组是有为德国的企业争取公平的投资环境，伊是批评中国北京大规模的工业补贴这个政策。不过外国媒体即嘛是报讲，小组对北京的态度太过温和，敢若用话话的鼓吹讲的效果恐惊有限。德国总理肖兹任内第2摆访中，阁带一大堆官员和企业代表对来。伫走访重庆和上海了后，肖兹16日来到北京，和习近平来会面。肖兹表示讲，高雄双方的经济关系真重要，希望伫中国投资的德国企业会当得到公平竞争的环境。伊嘛针对中国补贴电动车和应用能源产业造成倾销的问题提出看法。Die Welthandelsorganisation ist hier eine gute Organisation, über die wir gesprochen haben, die mit der ja eigentlich alle Subventionen immer angemeldet werden müssen, die dann auch in diesem Prozess verhandelt und bewegt werden können. Und ich glaube, dass das ein notwendiger Fortschritt ist, den wir erreichen müssen. 德国伫俄罗战争推升通膨这种歹环境之下，造成去年的经济衰退。小资虽然替经济来找出路，向中国挖过去，但嘛无被记得暗示中国莫提供武器给俄罗斯啊。习近平是强调讲，中德之间是无根本的利益冲突，互相袂有安全威胁，合作不是风险，但都是关系稳定的保障。只要双方坚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交流互鉴。合作共赢，两国关系必将继续行稳致远。有分析指出，讲小资这摆讲话行动拢真注意，那寻求和上大的贸易伙伴扩大合作，那嘛无希望得失到其他西方的盟国。不过有消息指出，讲德国方面烦恼有治安的疑虑，建议相关人员结束访问，回去了后，手机爱详细检查，甚至用了就单调。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